再来看乌克兰情报单位指出，讲罗西亚军队可能会引爆乌克兰东部一间核电厂。若是发生核灾后，会有30万人爱撤离。也毋过，国际原子能总署是表示讲，目前并无发现核电厂内底有炸药还是炸弹。另外，乌俄搁再发动攻击，罗西亚对基辅弹炸弹，乌克兰的军队嘛甲罗西亚坦克炸掉。伫乌克兰东南部的城镇安赫德的扎波罗热核电厂。连日来传出有核灾风险，这个所在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事的初期，落去罗西亚军方占领到呾。最近乌克兰军方的情报指出，罗西亚军方的人员当伫减少核电厂附近的部署，原因也无明确。Серйозна загроза, тому що Росія технічно готова для того, щоб спровокувати локальний вибух на станції, який може призвести до викиду. 不过，国际原能总署6月30日表示，也无发现核电厂内底有带会爆炸的物件，未来嘛会持续监测甲调查。另外，因为核电厂被若爆炸，附近会有30万人爱撤离。乌克兰顶礼拜嘛伫扎波罗热的市区甲郊区做核灾演习，提升民众对灾害的应变能力。На жаль, є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с те, що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контролювати належним чином територію, яка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окупованою. І це є велика проблема і загроза. Про що ми проінформували МЕГА теж. 另外，罗西亚过12天，搁一届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夜间的空袭。乌克兰军方表示，已经把所有的攻击拢拍落来，包括真侪只攻击式的无人机、甲巡弋飞弹。乌克兰嘛公开空中侦察机空袭的影片，内容显示一只罗西亚军方的战车轰炸掉。根据外国媒体推测，这个所在是一个伫巴赫姆特西北边13公里的庄仔头。罗西亚国防部拜来讲，已经阻挡乌克兰军方伫黎曼镇、甲顿内刺客的攻击，而且还佫对乌克兰军方的人员甲设备发动攻击。公司新闻，杨间编译。